台吸着恒春半岛强度愈来愈弱，不过九个县市也是发布大水豪特报，风台可能明仔载就会离开台湾。风台甲季风强伴效应，既然大雨直日，所有连外道路拢断去，上严重的所在，水淹到一站楼悬，国军出动救援。中华鸡卵验着杀虫剂，结果动风锁伫鸡门鸡屎也有验着，关府照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风台这暴风圈的是有咧缩小，目前森林甲平湖拢已经脱离着上警戒的范围。预计这个风台呢是会豆豆消风气，无排除是会提早减弱，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6号台风凤凰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凤凰台风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往北东方向移动，而且强度还是有在继续的减弱。目前它是一个轻度台风，台风未来呢其实还是会持续的接近到台湾的西南方近海，并且呢在今天的傍晚至晚间左右就会通过恒春半岛的这一带，随后往东北方向移动。我们预计未来在接近到东移的过程当中，它有逐渐的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趋势。我们目前的警戒区域还是没有改变，在陆上的警戒区域包含了嘉义以南、还有南投以及花东的这一带。随着台风往东北北上的过程当中，在花东还是有可能受到这样子的影响。那至于在海上的警戒区域，则是包含了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还有东沙岛海面。至于后续的降雨情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五以前受到的是这样子东北季风的影响，而后续周五、周六、周日左右，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所以在迎风面的降雨有略微的减小一些。那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呢，预计在周一周二会再度的影响我们。今麦咱看到这个风台呢，伊的暴风圈已经吸到恒春半岛，强度嘛愈来愈弱，有可能是会减做是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今麦呢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也就是讲各地呢也是有风雨的。气象署也来针对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目前看起来，这风台呢有可能明仔载就会离开台湾，也若东部甲北部也是会继续落雨。风台暴风圈已经吸到恒春半岛。气象署指出，虽然风台强度一直在减弱，台湾各地也是有风雨。拜三有11个县市和花莲部分区域宣布停班停课。气象署除了继续发布海上警报，嘛对南投以南和花莲、台东当中8个县市发布陆上警报。大约到了今天晚间左右，就会比较登陆到恒春半岛的南段这一带，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台风的强度还是有持续减弱的趋势。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比较提早一些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拜三针对东北部和花莲、台东，也有屏东等几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气象署讲，风台拍算会礼拜四离开台湾，多数地区天气会转好。不过风台会甲东南风扎入来，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和东半部的雨水也是增高。随着它逐渐的往北移动，在风向还没有改变的情形之下，这种东南风持续还是会为花东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而至于在基隆北海岸，清晨到上午左右，还是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势。气象署嘛提醒，拜三、拜四风台的外围环流和东北风有较透，高雄、屏东和澎湖可能会出现9级到11级的平均阵风。台湾附近各沿海嘛有5公尺悬的大影，提醒民众若是出外也是去海边啊，就要特别注意。记者桂宗林、林秋凯台北报道。好，即马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也有东北季风互相作用的影响，既然昨昏这大雨是落袂停，所有连外道路拢断去，上严重的所在呢，这水是淹到一站楼悬，国军也来出动救援。雨落袂停，水已经淹甲路拢看袂到，路边的变电箱敢若是因为淹水小到，真“砰”一声真大声，规条路的电火拢熄去。风台外围环流，佮加东北季风的强迫效应，宜兰地区的雨正惊人，所1点钟的雨量超过120毫米，真侪所在水淹到腰只悬，连救护车拢掉在半路。快点过腰了，赶快出来！水愈淹愈悬，消防人员用手电船把人救出来。行动无方便的10大人是由消防人员挨出来。到拜二暗10点半，已经救援27个人，脱离112个人，总共139个人伫咧所电工所灭断水。偌久毋捌拄过遮
这里大哦。照顾你一下子水就跑出来了啊，回到客厅了啦，也是有一点紧张啊，也会怕啊。所对外路拢淹水，要救援真困难。开船呢，咱洋隧道开你去开船。所店长李明铁讲，规个所市区怎么强要变做一个孤岛，有的所在水淹到一站老悬。我们对外的道路其实都已经淹水了，车辆也没有办法进出，因为整个苏澳溪的这个溪水暴涨我们阿里史抽水站一直抽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水位降低。路拢淹水无法度行，民众是赶紧比到2楼去哩。军方派 AAV 2车突击车来救。气象署讲，风台暴风圈已经进入南部的陆地，有可能伫礼拜3尾暗左右登陆屏东，会继续观察风台减弱的程度，决定改度警报的时间。大约到了今天晚间左右，就会比较登陆到恒春半岛的南段这一带，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台风的强度还是有持续减弱的趋势，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比较提早一些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讲，宜兰的雨会慢慢愈来愈细，不过伫拜3台东地区雨会较明显，抑个闽北的基隆北海岸也要注意雨会正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回，这宜兰苏澳落大雨，苏澳溪呢溪水倒急，这水是抽袂离，市区这淹水就袂输是2010年梅基风台迄型的，地下室呢真侪车辆也拢浸水啊。另外，这南方澳的南行里嘛，因为土石流传出灾情，即马地方是呼吁中央赶紧来核定经费，来去苏澳溪的引流道，避免搁再淹水。在民部用摒扫架出来淹水物件拢搬出来，宜兰苏澳市区因为苏澳溪水涨起来，中原路、新爱路拢淹水，水上悬淹超过1层楼悬。无拢内面拢无半项啊，拢歹去啊。拢太大，就是拢连出来啊，含免去嘛拢太啊。一层楼已经满。遮雨棚那里。伫苏澳市区真侪车因为淹水掉伫咧路中，国军为着要紧急救灾，开装甲车入去灾区，有民众的车祸装甲车挨过规台海去。饭店这边有没有跟你们说赔偿的？完全没有，他现在的表示就是说要我们自己联络保险。苏澳延坡饭店地下室淹水，造成旅客停伫咧地下室的车拢予水淹去。希望饭店会当赔偿，双方也搁伫咧协调。南方澳地碧江附近后壁发生土石崩来情形，南平里的路怎么也搁淹水？民众出来拢是土石落雨梅正无用伫咧清理。消防员协助地势较低的灾民，经过错漏的苏澳溪，为民真惊险。这条苏澳溪和地方定位是造成苏澳市区淹水的主要原因，因为河道弯弯翘翘，就算是下楼已经有些阿里斯溪抽水站，水也是倒灌入去市区。紧的把这苏澳溪分洪道做好，才可以让我们苏澳免于又10几年来一个这个淹大水，我想民众都很痛苦，然后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中央已经规划伫咧顶楼设苏澳溪分洪道，不过因为建筑原物料起价，总工程经费自50几亿增加到75亿，行政院也有20几亿的经费也未核定。地方希望中央赶紧核定经费，启动工程，避免苏澳搁淹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花莲马太安溪溪水又搁涨悬啊，也因为这岛边呢是无保旱的，所以溪水甲土山呢是冲入去万英乡的明利川。村长批评讲，这就是引水的变道所害的，也拿水利署也来回释的。啊，龙龙的家了，龙龙的家要去哪里了？这年大台火柜规个河大水冲走，这是昨晚8点半明利部落民众所翕到的画面。风台这边的雨真惊人，花莲马太安溪搁在1楼出，大水夹着山石，沿着大排灌入去万英乡的明利村。太夸张了！明利部落的居民话讲有够喊过，自初十暗开始，大水就一阵下来，昨早起就有车祸大水冲走，明天拢淹水。山猫直接开进房子里面，要把里面的淤泥铲除出来。趁着雨势跟水势的空档，要协助这边来赶快恢复原状。明利村长即日是所存变道造成的，自7月到9月通报过几路遍，担心一流口会有危险，拢无来处理。这个破口从7月份到昨天，
预留。我多少次的通报会勘，那时候纪连城也特别交代，结果呢还是没有动作。水利署长到现场会勘、行礼会室里，强调无做好时的疏失，不过也澄清，甲所存变道无关系，是土沙积伤悬。疏浚的那个变道有关吗？没有关系，它虽然有打个变道，但它高度一样，是因为淤积造成的。淤积高度高起来以后，那一边就变得剩下3米到4米的位置。那这个也是确实我们的疏忽。这边自初10就开始进行撤离，无造成伤亡，不过也有人质疑花莲县政府撤离上班。万隆乡民立村的士林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撤2林的部分。那因为昨天下午雨势较大，那水有溢流出来，在原本不在警戒区域里面的2林的范围，那我们也在下午5点，那紧急通知他们来做撤离。唔那是马太安区北环的民立村2楼的问题按处理，连接南北环的马太安区便道。因为水涨起来，上北的便道有一寡被冲坏，路南的车道路面淹水。不过实际情形也是等水消退才当确定。在铁路方面，软过溪床下骹的光复河底磅空，因为磅空北平出口顶头淹水，从凤林到水尾有经性停驶。在做好倒流工程了后，下昼4点已经恢复正常。不过因为风台来，今仔日中昼进前，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像那到台东停驶，区间车凤林到水尾停驶，其他路段是看风雨的情形，再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风台已经吸到恒春半岛，这南台湾地区呢，从下晡开始风就愈来愈透。其中这恒春半岛呢，受8级的阵风，也来小琉球嘛来到9级。这阵啊呢，拢伫摆港口尾风台，垦丁大街拢无啥人。风咻咻叫，红线飞到外高市厝，风台暴风环境已经接触到台湾。垦丁南湾的海涌一阵，因为屏东县今仔日停班停课，规条垦丁街啊无啥物旅客，坐乌多巴的店头，有的甲机车绑起来，有的停伫店内，避免雨风吹倒去。等于拢无人啊，佮减几成。若莫报风台，阮还佫有外国客人去做，真报的拢无啊，所以阮车嘛拢收入来内底啊。因为停止上班上课啊，而且大家知道台风就比较不会下来垦丁嘛，该遮的遮一遮啊，然后该绑好的绑一绑啊。海涌拍起来，海水淹过报岸边，海巡人员伫沙堡巡逻，确认无人挖进海边啊。小琉球无落啥物雨，但是风速的部分，气象署的资料，昨小琉球阵风有9级，今仔日嘛有7、8级，比恒春半岛的风更较透。昨天那个浪高大概2至3米啊，应该是这个台风整个已经那个消散掉了。它今天风蛮大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雨。东港东流线11、12全面停驶，渔船甲交通船拢停伫大平湾的港口避风台。气象署预估，风台的中心下晡时会对屏东入来，民众爱随时注意安全，提高警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这高雄市，今仔日是停班停课，山区呢昨就来撤离320个人，也毋过因为这市区今仔日是无啥风雨，所以有民众呢是趁休困去踅百货公司，也是讲看电影等等。气象站是提醒讲，这天气犹阁无啥稳定，风影也是真大，所以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挖进海边啊。我们不会那么强硬的，他们下班之后再上去。高雄木林公所的人一打去通知民众爱做预防撤离。虽然高雄山区也无啥功课，不过气象署评估风台也是伫高雄带来风较好。高雄12是停班停课，市府也对11下晡就开始针对桃园木林南马社有医疗需求的民众，也是有新的民众做撤离。到12透早已经撤离320人。谢谢这个资料。弟弟在吗？他也要上去哦。早起高雄市区无啥风雨，不过海边大涌一波接一波拍起来西亚县的海墘，经过的人甲车拢特别细致。虽然海墘已经有封锁线，不过也受好闲的民众会走来西亚县看景。海巡甲员警也拢加强巡视管理。鼓山分局自10日17时30分，凤凰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迄今12日，共计劝离29人。鼓山分局呼吁，依据灾害防救法之相关规定，民众不听劝阻离去，
最高可处新台币25万元罚款。因为市区风雨不明显，真侪百货公司拢宣布正常营业，有民众透早就走来排队，等要看电影。气象署预估，风台10日下晡才会对屏东一摆，不过透早高雄、台南、屏东拢出现这款彩色的天。高雄气象站讲，这款天色定都出现伫日出甲黄昏，尤其受到风台水汽的影响，出现的几率会愈大。记者柯家祖、柯昭勇、高雄场报道。咱个上北来关心到这嘉义的梅山乡，这甘茂的果子呢，种植的面积是有1000多公顷，也就是讲是主要的产地。即马拄好是采收的季节，也毋过受到风台的影响，就算这果子还未到分，农民也是赶紧甲收落来，就是为着要减少损害。拄抢收落来，柑仔一箱载去到农会合作社集会场，准备要来处理。梅山乡是嘉义县种柑仔类水果上侪的产区，因为惊风台会造成损害，果农提早抢上柑仔，希望减少风台带来的损失。如果正常采的话，我们大概会等到再熟一点再采。可是现在已经就是会怕，因为有些已经在转色了，转色之后会容易掉。那可能台风一大的话，那都掉也是掉光，那就是可能会采一些比较稍微绿一点的，就是没那么完全熟的。10月底开始是梅山乡柑仔类水果采收的时间，因为风台的关系，农民惊风雨会伤到要到分的水果，所以提早开始来收成。农会合作社这边嘛加班协助农民，协助处理这采收落来柑仔。有很多农民都已经把他们的一点辛苦种下来的柑橘拿到我们集货场来交货了哈。那目前看起来是还蛮多人有是抢收的状况哈。当然也是怕说台风进来又今年又血本无归的。梅山种植柑仔类水果的面积将近有1500公顷，今年因为单小风台甲后来7月28大水雨的关系，带来真大的损害。梅山农会呼吁农业部甲县政府拢有针对柑仔的保险提供补助，农民会当来保农业保险，降低天灾带来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是安记第一来关心的是，这中华的鸡卵去验着砂糖这分普泥，即马为着要来理清来源，东风所呢是去鸡条来采样甲检验，结果煞要搁伫个鸡卵、鸡毛，甚至是这鸡屎顶头去甲验着。县政府即马是照违反动物用的药品管理法，甲加重裁罚12万，嘛继续来管制低调。中华东风所的人员来到鸡条准备采样，中华文雅畜牧场出产的鸡卵验出分普泥了后，引起社会不安。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自初7到11拢有去鸡条采样进行复检，经过检验，结果显示也是有验到分普泥。分普泥蛋鸡管制厂复检样本再次检出，该蛋鸡场持续进行移动管制，县府动物防疫所将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元之罚款。中华县府表示，7、10日时针对鸡卵、水、饲料、鸡毛甲土壤检体送中央特产会检验，结果显示，敢若伫鸡卵、鸡毛甲鸡屎验出分普泥，其他检体验无分普泥。都学者指出，袂当完全排除饲料内底有分普泥的可能性。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杀虫剂，可能微量蓄积在食物里面，那从饲料里面鸡只吃了以后，它因为鸡只它长期累积，时间累积下，它可能会有验出很微量的分普泥。县府表示，10月有个针对鸡巴内、鸡肉、脂肪、鸡卵采样送检，嘛继续对文雅畜牧场进行全面的移动管制甲监测，封存全部的鸡卵。目前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理清详细污染原因。记者杨素晴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非洲地，这影响台湾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啦。即马呢，全国各地肉品的市场拢已经恢复拍卖，原底平均的价销1公斤是103块，也毋过涨煞跋落来到91块，这是跋超过1成。这呢是比疫情进前的行情还阁较低。全国肉品市场经过半个月停止拍卖了后，7开始恢复猪仔拍卖。7全台拍卖猪仔是28300多只，平均每公斤价销103块。前11拍卖降到25900只左右，按过价销大概平均每公斤91块，那超过1成，比疫情之前96块较低。中国肉品市场的部分。昨天的价格是91.99，比前一天100.31跌了8.32元。各市场应该都会鼓励、会劝说那个猪农秩序出猪了。
至于说他们在执行上是不是能够确实？担忧啥呢？担忧，市场一定会帮的啊，因为冷冻厂即马一定会放价落来啊，供货量大于需求量。婚林志龙表示，若每一摆出猪100只来算，平均计售60块，总收入就减10外万以上。希望政府应该提出更较多解决方案，或支持配套来协助志龙。这几天下来，拍卖头数介于25000至28000头左右。那在这边也是建议，农业部可以礼拜日加开拍卖日期。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尽量请那个贸易单位不要再去外来的进口猪进来，把我们因为这个事件，大家共体来承担这个失误。婚林肉品市场表示，为稳定猪价，中央用每公斤88块补价来买冷冻猪肉，不过各地肉店肉商卖猪仔是用量出价，要安怎进行调节？互公司更较平衡，避免造成猪价崩塌，是各地肉品市场要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届这非洲地震影响，为着要来减少这油喷的量，所以新竹县府呢是带头来要求当年伫点菜的时阵，就要小评估一下，尽量卖存伤济饭菜。这政策伫实施了后，油喷的数量有明显减少，食偌济就点偌济，毋但是减少喷的量，也来减少资源。你好，请问要什么？食饭时间到，大家来到员工餐厅买中昼顿，丰富的菜色看起来就真好食。餐厅头家把针对个人需要，全部同款的菜色，员工想要食什么就点什么，食偌济点偌济。若是有无想要食的物件，买当请头家卖坑。像是我的饭量比较少，然后还有我不吃红萝卜啊、酸菜，然后我就会跟老板说，如果有配菜红萝卜跟酸菜的话，那就不用帮我加，这样就是可以减少厨余的产生，同时也可以避免食物的浪费。就会问客人说，你的饭量要多少，减少厨余。他说少的话，我们就给他少量这样。因为非洲地震疫情，新竹县政府的员工餐厅嘛加入油喷减量政策，按照大家员工用餐习惯，制作出无同款的菜色，除了食物白去拍算，买当达成油喷减量的目标。吃多少点多少，吃多少煮多少，不要浪费食物，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这个厨余。那如果粽子有厨余的话，也要让它沥干之后，把它送到这个清洁队，也就是把它运走去处理。我想这个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减少厨余努力的地方。政府也呼吁民众伫处理，不应该食偌济、煮偌济，不管敢有非洲地震疫情，拢该做日常生活做伙加入油喷减量的行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这专人的专支付这项服务呢，全台湾是有600多万的用户，也毋过最近煞传出侪件互人偷录卡片的代志。金管会是表示讲，这专支付呢已经来通报重大误发事件，提醒民众避免点开来源不明的 email。民众到超市卖着买物件，愈来愈侪人使用电子支付，刷去互诈骗集团定调的。3年期下的专支付有达到674万的用户，伫业界是排名第3。也毋过最近传出几件透露扣款的代志，专支付回应甲系统安全无关，并无资料外泄。金管会表示，专支付已经通报重大有时发生的事件，17进前要提交报告。被盗刷什么的是电子支付的问题导致账户里面的钱被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这个去盗用的话，那电子支付当然要负责。针对诈团常用的钓鱼邮件简讯涉嫌证，请民众点开连结输入个资，也是 OTP 一般性必备。王文中表示，一旦消费者输入这寡资讯团伙诈团，就袂当将这钱塞给电子支付机构。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盗刷哦，我只有这个卡而已啊。如果有盗刷问题，可能绑定信用卡会是选项之一啊。电子支付爱绑定口座，也是信用卡加更较安全。王文中表示，只要消费者无过失，无管是绑定信用卡还是银行口座，电子支付机构拢爱负责。也毋过有治安专家建议，绑定信用卡优点除了先用后付，也加一层的保障。被盗刷可以跟信用卡那个公司做挂失这种机制，相对来讲是多了一层的那个保护跟保障。当你绑定账户，它可能就直接是扣款的嘛，那扣款其实你可能就没有类似的信用卡有多一层
保护。针对安怎降低风头路的风险，干向在表示，特别注意来路不明的配件，银行局也提醒，若收到小单、消费金额啊、价钱数量无符合，也要赶紧确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市长伊马莫鲁是因为牵涉到受乌西等等142项罪名，除了互法院下令甲抓起来以外，也互检方甲求判超过2000档的刑期。伊的政党共和人民党说支持者是真不满，所以行就街仔头来抗议。外电报道指出，连续几日间街仔路抗议，虽然规模创10年来新高，暗过大部分平复。乱战冲突，互313人遭到拘留。代志的焦点就是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被控贪腐等罪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不过法院下令先选去加价。美联社报道指出，因为共和人民党进前举办共是170万人的大会，针对按算指控18年总统大选要推举伊马莫鲁做因政党唯一的候选人，也后就传出法院下令正式逮捕个移假的消息，引起共和党人民的不满加一直抗争。İçeride bu sorgu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zulüm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baskı sürdükçe biz de demokratik bir şekilde 55岁伊马莫鲁在2019年当选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市长，迄时阵被认为是对执政党的一大打击。虽然敢若是地方首长，不过伊马莫鲁前一摆公开表态，主张瓦向欧盟等西方国家，另外伊支持 LGBT 族群权益，也将符合欧盟的立场。所以伊马莫鲁被关个被揪出党刑的消息传来，除了伫国内引起支持者的不满，欧洲理事会要求土耳其当局马上释放伊马莫鲁。德国政府批评土耳其是咧进行司法迫害，是民主倒退路。外电报道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咧排除连任的障碍。根据外电引用的土耳其官方资料，伊马莫鲁被控的142项罪名，包含组织犯罪、收乌西钱、参加围标、盗录个资。另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迫害库德族，也被控支持列名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今仔日要来表决进前呢，伫参议院所通过的临时拨款的法案。这众议员是拢赶倒去华府，希望这个美国历史上上届久的政府关门的事件会当赶紧收煞。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天国军人节纪念仪式，对众议院议长强生加参议共和党领袖涂恩致意。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to John and to everybody on a very big victory. We'r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川普谈8位民主党中间派议员伫咧吹集倒向共和党这边投票支持妥协方案，全称讲是胜利，也是结束国会僵局的关键。I am very,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say that we are coming to the end. 众议院议长强生催站伫咧参议通过结束政府关门法案了，通知已经休会53天的众议院议员赶紧返来华府，因为政府关门造成要加1200航班取消。阿肯色州的众议员克劳福甲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凯利会做伙坐车去国会。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范欧登讲，伊会骑16点钟的奥多拜赶去华府。政府关门这段时间，公共服务甲社会福利拢受影响。Holidays are coming up. How much, these shutdowns are affecting the holidays as well as people getting to their families. 因为政府无运作，影响航空业。运输部长达菲讲，公共交通管制员伫政府重新启动了后48点钟久内就会当领到薪水，不过是先领7成。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按算伫咧12下昼，针对恢复联邦机构资金运作进行表决，结束自10月7日开始，连续42天的政府关门。法案也暂缓川普政府缩编联邦人力的计划，确保明年1月30进前没有裁员。众议院议长强生讲，这项法案伫众议院应该会当顺利过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当来关心这台湾风台的灾情状况，这宜兰的罗东五街甲东山乡，昨暗嘛是因为这落大雨，有几个所在拢做大水，就连徛街呢嘛互水甲淹去，甚至有的车牌嘛互风甲渗无去。到今仔日透早，也有真侪路段是积水，影响着交通。
眼前水因规片已经无看的路，宜兰罗东镇的新城二路、外国五高架边啊出现淹水，富农路3段也发生淹水。在罗东的富农路3段积水还没退去，水淹到成人的膝盖高，甚至这里更是部分住户唯一的连外道路，交通因此受阻。昨天我们里面，我自己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大腿这边了。啊，没办法，也要出去啊。没有路了吗？没有啊。富农路的灾情真惨，愈往巷仔行，淹水愈严重，水灌入下街居民的家区家电浸水损坏。当地镇长吴秋玲甲行政院政委陈金德校长了解，除了外面的这个其他我们5个大水系统，它都已经满水位了啊，个就是雨量这大，它一时没有办法宣泄。市区方面，只剩长城地下路、少数地方有积水，抽水车透早就到场将水排向水沟，有不少技术到了后才发现路未通。这里就是地下道。受到风台影响，为宜兰带来大水河，当地经过几暝大雨，包括罗东五家东山拢有灾情。今嘛部分地区积水提起，住户家店头也赶紧变少。储藏室的东西。泡水、一些器材那些东西啊，30公分左右吧，因为墙壁它有痕迹啊。我们的物资啊，要给那些食客免费用餐的食客的物，都已经湿掉了。这场大雨，唔但互住户甲店头生活受影响，更有未少的车牌互大雨拍落去，路上不时会当看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除了宜兰以外，这条花莲马太安溪的水位是因为涨悬，水呛入去这万英乡的明利川，积水经过2天是还未提起。另外，伫台九线嘛，阁有真侪所在拢犹阁是土埋。土沙水一直对大排迄边冲过来，真侪冰体拢淹入咧水内面，外面真惊人。这间明体伫11下昼工程人员将到3港清土沙，不过11暗又过来几落波正强的土沙水，影响的范围也阁扩大。7、8点吧，好贵哦，还有车子嘞，就是很多人在叫啊，说啊什么东西又过去了这样子。前天、昨天到现在，我一直在看着自己的住家家园，已经毁灭成这样。923没有像这么严重，因为我昨天去破口看的时候，几乎是一半是往我们这边。4、5个厝厝徛伫咧管理所在，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厝户大水淹去。对空白图看，明利村地势较低所在，拢互土沙水淹过，只个人看到几个厝顶挂。花莲的雨势一波接着一波，而袭击万荣乡明利村的泥流甚至比昨天还大。现在花45道路已经往前再继续封闭。花莲县长徐正伟也赶来明利教会实在受灾的情形，水利署讲会继续做挡水的措施，不过就要看水量状况才会当进行工程。万荣乡公所先对将远端的会影响到的这个有先的这个撤离安置到原则上，我们持续会去掏一些大型的土块来做一个系统，但是可能没办法一直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效果。这里在万荣国中旁边的台九线，可以看到这边也被泥流袭击，地板都是泥泞不堪，记者连要走路也都看起来非常的难走，而后面的工程人员也持续在做清淤的动作。万荣国中内边也淹水，这款土沙水拢是对运动场边啊、像遐的排水坑灌入来。这边的水比较排送的完整之后，然后才有办法请工程进来帮我们再做一下清淤的部分。掌握到可能有一位孩子家里面可能是有被淹没的情况。校长讲以后会加强像遐的修理，希望莫阁发生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东县的山区，这2天安尼已经累积要300毫米的雨量啊，造成太麻里的溪水涨悬，流去到香兰村溪头社区布环边的道路。这县政府是赶紧派人来污水道，嘛讲若准1楼有扩大，安尼就要求居民赶紧撤离。环河水溢出范围扩大，太麻里乡香兰村溪头社区居民伫布环边水溢出溪水，行到这批社区。当地居民讲，北北洪灾抢修了后，太麻里溪南北两边的爆发关度无同，南边较低。这摆洪灾溪水无大，暗过水刷向南边流。县府早起赶紧派怪手引流水道，暗过居民认为效果真有限。我要大水来的话，那个沙石还是一样啊，在河床里面啊，这根本都没有用啊。
如果真的比较大的话，就可能会满提过来，会造成身上的影响。可能就是说晚上的话，可能的状况怎么样，要请他们一气都是撤出这样。国民讲，官府每年拢所准溪埔沙洲暗沟南边的溪埔沙愈来愈悬，希望官府应好好处理。这一次的抢修过后，我们预计会在那个地方去增设相关的防洪墙，来减少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因为太麻里乡山区医院一直都有大水雨，溪水抢起来个暴重，官府表示已经准备30个太空包，会陆续囤置的疫苗的爆发，可减少水费，防止溪水淹入社区。记者综合报道。这回在丰台休假的中部地区是敢若人道关系正常上班上课，未少人是走去到县长柯淑华的面册来表达意见，认为讲这中部地区5个县市呢，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所以应该都爱公布。要那南投呢，今仔日顶部是无风无摇的，嘛有这民众是支持县长的决定。虽然风台接近，不过到拜三中昼为止，南投是无风无雨，但是因为中部地区，包括台中、苗栗、彰化、云林，拢是停班停课，只有南投正常上班上课。为咗南投人走去县长柯淑华的众也表达意见，认为中部各县市是共同生活圈，应该爱公布，但也有民众支持县长的决定。我是感觉讲，风台内有放假无放假，嘛是爱回归到这个放假的标准，这样会比较好。在台中彰化过来南投上班，你因为安全考量，你要休台风假，那当然就是自己放假就好。学生啊嘛爱上课啊，那老师住伫台中的是爱来无爱来对吧？你若都爱找代课的老师，迄嘛是较困扰淡薄。南投县政府说明，南投县拜三的风力预测。平均风力4到5级，上大阵风6到7级。24点钟雨量预测平地无到50毫米，山区是50到100毫米，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昨天我也特别到信义，那晚上的时候我还特别打电话给仁爱乡的乡长，确定我们山区的状况。昨天并没有刮风下雨，所以我们做出了综合的判断，就是今天这个要继续的上班上课。大外县市的老师比例增加，那咱现有的所有的老师会用来调整课程甲相关的学习的活动。不过，县府也强调，为着预防灾害发生，南投县风台灾害应变中心也是一级开设，要针对有风险的地区，先预防性特例有新的负责人、西药机患者等等，预防性封闭桥梁、塔沙包等等，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小心安全。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这几天啊，这风台这4年的伫网络顶头是变甲安尼热噗噗，有人是讲听来听去是拢咧轰叫，讨论讲这4年到底是要安怎读咧？其实无共款的读法，就代表无共款的腔口，读出来就知影家己是啥物腔啊。风台。有网友真正无共电视台安怎用台语讲风台这4字，社群平台嘛讨论甲真闹热，甚至佫发展出难度级数佫较悬的语句，真侪人拢来讲台语练喙花。风系统的风雨效果和风台的风害。敢若风台这4字，伫咧网络顶都有无共读法。根据台语声调来看，有3种。第一种有讲风台的，第2种有人讲风台，第3种是讲风台。台语记者嘛是侪招民众做回来试看卖。你安怎读？风台。这是风台，风系统的风雨效果和风台的风害。风台。第2张。哦，无法度。其实和华语诗的声调变起来，台语声调加真丰富。以主流腔来讲，包括入声在内，实际上有7个调。有台语老师指出，台语正特别的，其实就是声调变化。一个词，敢若最后一字读本调，其他拢会照规则变调。所以风的风一定爱变调。亲像风台，就有第一优势腔偏将的讲法风台，和第2优势腔偏转的讲法风台。来讲名词的上尾一字无变调。头前迄几字拢变调，那是风台这4字吼，咱无变调吼，来讲是念作风台。若是变调了，台北就变作风台，南部就变作风台。台语老师指出，大部分的人可能较袂去意识到台语的变调，嘛是因为真侪人用过拢毋捌像华语在学校有系统性的学习课程，也毋过本正就会晓讲台语的民众，其实平常时讲话就会自然变化咯。
原来对头届学台语的人来讲，因为声调真济，佮爱学变调，有影是较有挑战性。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即阵啊，有民众呢是会用歌细细稻山的国家来表达家己对即块土地的爱。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台湾导演陈立贵伊改写《掠岛达》的诗来的。陈立贵伊拍纪录片到今已经有36档的时间啊，包括着记录署名，也有纪念郑南榕等等。伊是望讲会当透过影像来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这嘛，互伊摕到第44届53连奖的肯定。我注定台湾独立。细细稻山的国家，我咧写迄句的时阵，我完全是为台湾的意向。也是台湾的感情来出发，其实我是感觉真公平啦。会当互这句话变做一个台湾认同的一个通关密语也好，也是讲是一个新的符码也好。导演陈立贵改写内陆大诗，重新创作写出我细细稻山的国家。诗句用伫2009年郑南榕纪录片《魂》内底，后来有真济民众引用。陈立贵介意大自然，定定去爬山。伊讲山占台湾土地的1/3，但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的悬山，真水挑战嘛真济，就哪像台湾的文明。陈立贵1957年出世，台大外文系毕业，伫美国读硕士做记者，嘛培养出对社会的关怀甲台湾意识。为着要贡献所学，伊伫1989年回来台湾。陈立贵拍纪录片到今36年，反映环保运动、女性意识，嘛关注后世民的反抗精神。伊的代表作包括翕署名、革命进形式，嘛翕书写海洋史馆的朱永和等等。陈立贵毋忘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的历史，这是甲其他的国家、甲咱海峡迄边迄个中国。嘛是非常无共款的，咱来以咱这个土地做主体来思考。陈立贵讲，影响伊上深的，就是文学甲做记者的经验。伫咧注重艺术性的时，也兼顾民众对议题的理解。伊讲拍纪录片，互伊的生命加真丰富。面对未来，伊上毋望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会当阁继续深化。其实咱就是讲民主化了后，咱就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其实就是发现唔是安尼嘛吼，民主是会倒退，民主有可能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去甲结束的，像讲德国嘛，迄阵希特勒因就是即款的情形。啊，所以咱台湾，咱即马上爱注意的就是这点。记录台湾史，也为受压迫的人发声。陈立贵的纪录片是社会运动的影像，也是时间的影像，可以得到53连奖的肯定。陈立贵也期待台湾的少年家会当继续发现创造咱的故事。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这第2届独立册店的树梅读书奖呢，这主题是家在我有开册店，来探讨这独立册店开店的精神。另外，这特殊贡献奖呢是颁予推动恶土计划的刘洪峰，伊希望讲会当来实行统一定价的制度。开册店毋但是卖册歌，引起大众对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怀。第高义市的红雅册房，香港市陶水溪以南上有名的社运册店，足足伊个成功宣称讲开册店有当写连一顿拢赚袂着。但伊嘛讲册店是人生的补习班，开过1000多场的讲座，打造交流平台，嘛得到今年读书奖的肯定。议题是要怎么做得扎实、长长久久，其实要用阅读啦。书籍是子弹。那阅读是有力量，投入这个社会运动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性了。坚持相信看册都是册店的核心的，佮有开伫高雄的三义册店，伊是册店，但是嘛毋那只是册店，店内嘛会办艺术表演，也是相关展览。负责人郑尚华认为册店是城市内面的通安门含光线，是生命力的来源。今年三义嘛得到读书奖的评审团奖。不管是透过网络、影像、Podcast 节目、走读、展览，
然后办演唱会。虽然形式更多元了，但是阅读的核心并不有变。那这也是我们觉得开书店的最有意义的地方。台湾专属独立册店的树莓读书奖今年是第2届，以好家在我有开册店做主题。特殊贡献奖是颁予伫新北市的小小册房，都人老芳芳嘛替所有的出版业来清明。我们希望讨论定价可以实现，就是可以让出版业回到一个健康的体质。那欧美也跟我们证明了，就是说他们挺过这一波，然后让书店回到街角，这是非常必要的。面对出版业的产值一直在减，电商平台加入册市，一间间唔拢在拍折，互独立册店更较歹经营。文化部表示讲，除了有提出奖励政策在进行补助，这2年嘛办理创新册市、砖头册店，鼓励册店行出即马已经有的场域，推广看册。另外嘛透过文化部的奖励，互看册的人加到独立册店来买册。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国内统计，大学生甲研究生伫咧面对压力甲情绪的时阵呢，敢若40%的学生是有较好的应对的能力，有去心理咨商的是敢若20%尔。即马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都要提出政策来加宣导心理咨商。大概有将近1/4的学生都有明显的忧郁情绪。这几年，台湾学生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想袂开，咨商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年有针对大学和研究所的学生做压力甲社会情绪学习的调查，发现敢若4成的学生面对情绪甲压力有较好的应对能力。兵团表示，若是对家己较无了解，面对压力和情绪的调节能力嘛会较无好。有心理师表示，其实感受到压力毋是歹代志，民众对家己状态的好歹敢有警觉，然后安怎看待压力才是重点。像我们的社会情绪学习在强调说，每个人对于自己情绪的辨识跟敏感度，然后自我觉察跟管理，然后在人际关系里面跟人互动的一些人际技巧。然后最终在人际关系或是事务上能够做出一个自己深思熟虑、思考后的一个负责任的决定。调查报告嘛显示，有97%的学生是支持心理健康方案的，不过有去心理咨商的敢若20%，嘛有部分的学生会用 AI 来排解心理健康的问题。兵团表示 ，AI 虽然方便，不过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呼吁政府应当爱强化心理咨商的服务，让学生勇敢接受心理咨商。教育部是回应讲，今年有决定1亿元的经费用伫135间大专院校，每年会来推动社会情绪学习计划。教导老师怎么样在课堂上融入这样的一个概念，让学生可以自我觉察到自己的一些情绪的状况。如果有情绪不佳的状况时候，可以适时的跟老师或是学校的辅导人员来适时提出相关的一个需求，做一个协助。兵团表示，希望这份调查报告会当帮助到相关单位，学校嘛通透过这份报告协助学生来面对压力也有情绪，打造幸福校园、达成健康台湾的环境。记者陈心栋、王志刚台北报道。亚洲头一届举办的极限铁人赛事呢，是伫咧台南来进行，也毋过即马煞拄着风台来扰乱，所以今仔日这脚踏车赛程嘛只好延后，选手是暂时休困。专业脚踏车一台一台摆好势，放伫香客大楼大厅内底。头一摆伫亚洲举办的极限铁人大赛，就伫台南办。11月初9伫正统鹿里门圣母庙起过，不哩个煞拄着风台来扰乱，地主10支是脚踏车的赛程，只好停一天，选手只好伫房间内休困。时间上往后挪1天，住宿跟吃或者这个志工那个都要延长。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他们高兴就好。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政府的规定。这摆参赛极限铁人活动为期14天，有10外国家的选手拢来遮，因讲行过真侪国家参加比赛，头一摆拄着风台卡的情形。其实铁人运动会拄着天气变化的问题，加减嘛有。不过因为风台卡赛程延后，对真侪选手来讲，真的是罕得有的经验。It is what it is. I mean, the weather, you can't do much about it. It's kind of sad that we have to stop. But it's okay. I feel nice that they're trying to protect us. Have any plan? Yeah, I gotta work. Work. I need to work and just recover and just pretty much relax until tomorrow. I know, it's nice. I mean, it's getting windier though. It's much more windy. I've been watching since 4 a.m. because I was awake at 4 a.m. And it rained a little bit, about 5. And now they're getting more wind, so.
maybe something exciting will happen. 主办这个活动的台湾铁人阿伯蔡冰仪，嘛借有这个机会，带外国选手实实咱本土的马祖信仰。毕竟辛苦几冬筹办的活动，蔡教练上大希望就是甲马祖介绍给全世界，嘛互咱台湾人更加熟悉这个极限铁人的运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增加交通的助理员来协助检举了后呢，一个月平均是加开5项的罚单，这是引起市民的批评。台南市长黄伟德伊是讲会过来检讨来调整相关的分工，目前先暂停执行。穿感冒色的假，伫咧台南市区内面巡逻，因是台南市政府征聘的交通助理员，因有取缔违规开单的权限。自8月上线了，每个月平均开单数目增加54%，引起民众不满。台南市长黄伟提讲，伫咧检讨相关职群也个权限分工进程，先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减轻第一线员警的负担，为兼顾交通秩序的维护与民众观感。对于交通助理人员的工作，本局会持续的滚动来检讨。但是民间团体认为，工作员会让减轻环境的负担，主题违规是法定的职权，也无要求开单业者突然间限缩执法工作，对台南的交通环境有害无帮助。如果是在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更细致的去讨论这些争议来自于哪里。片面的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勤务，我们认为非常遗憾。因为我们都出去巡逻，如果说没有违规，根本单子就开不出去。然后，如果说，现在是因为那个有压力的问题，我们目前没办法出去开单，但是我们还是以协助警察的勤务为主。即马全台湾6都除了桃园以外，其他5都拢有请工作员，也毋过工作的内容无啥共，只可拿台北、台南协助违规开单。台南市交通警察大队讲，工作员毋但是协助主题违规停车，也佫包括伫路口维护交通秩序，也佫有交通安全宣导等7项任务。市区配置工作员的辖区，伫8月到9月发生的死伤事故，也比去年同期减1.9%。记者综合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27度，南部地区24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28度。那外岛地区19度到23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